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歡迎你翻到嚟一齊去敬拜我哋嘅主啊！首先咧，我想歡迎下今日有冇第一次咧翻到嚟我哋崇拜當中嘅新朋友，如果有咧，請你揮揮手好嘛？如果你係新朋友嘅話咧，一陣間完咗聚會之後咧，都可以去到我哋關懷大使嗰邊咧，我哋會有佢哋會介紹教會俾你哋認識嘅，咁請你哋留步啦。完咗之後，咁同埋咧有少少家事嘅分享，喺下個禮拜日下午，即係完咗崇拜之後咧，咁亦都有一個咧係專俾咧新朋友嘅聚會，咁係12:45到1:45一個鐘嘅時間。咁如果你係新朋友啦或者係你知道有一啲新朋友佢翻咗嚟我哋教會嘅，咁你都可以邀請佢參加啦。同埋最緊要係咩咧？就係要報名嚇，因為要報名，我哋有啲預備嘅咁樣，好嘛？咁麻煩弟兄姊妹都將呢個消息咧都share 俾你身邊你認識佢啱啱翻嚟教會嘅一啲新朋友，好嘛？咁跟住咧，我哋有第4類嘅課程啦，咁就嚟緊3月就會開課啦，咁亦都係正開始接受報名。好，下一個唔該。咁咧亦都有一個叫做狂波浪濤唱海歌啊！哇，呢個名犀利啊嚇！即係啟示錄嘅研讀，咁係會有7堂，咁係星期6嘅早上嚟嘅。咁咧亦都係開放報名，咁各位弟兄姊妹有興趣咧，咁都可以即係嗱，你見到個地點啊，暫時喺耶路撒冷啊，大家知唔知耶路撒冷嗰度有幾大啊？嗱，所以咧嗰個位置咧，我相信真係非常之緊迫啊嚇！有興趣快啲報啦嚇，先到先得啊！係啦，咁咧今日我哋翻到嚟一齊嘅時候咧，我好想分享一樣嘢，就係我哋原來唔係翻到嚟淨係唱下歌啊，聽下潮牧講嘢啊，我哋唔係淨係做緊呢啲嘢，而係我哋每次我哋翻到嚟，我哋係嚟到神面前去敬拜佢，並且我哋每一日都同神講，同主講就係主啊，我哋要選擇跟隨你，好嘛？我哋一齊起身好嘛？邀請大家一齊起立，我哋一齊咧讀出咧呢一段嘅經文啊。係記載喺約翰福音8章12節嘅，嚟預備起。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必定不在黑暗裏走，卻要得着生命的光。係啊，主，我哋讚美你，因為你係世界嘅光啊！所以弟兄姊妹好唔好咧？喺我哋開始敬拜之前，我哋一齊咧喺你個座位裏面，你開聲禱告好嘛？你讚美我哋嘅主，並且你要同主講話：主啊，今日我仍然要嚟到你嘅面前，要嚟讚美你，同埋要決定跟隨你，歡迎你嘅光喺我哋當中啊嘛！我哋一齊開聲為我哋生命禱告，去預備我哋咧進入主嘅光嘅裏面去敬拜佢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耶穌，耶穌讚美你主。願我哋嘅心都預備，願我哋嘅心都預備嚟到你嘅面前。主啊，當我哋面對好多唔同嘅選擇嘅時候，主，我哋每一次都要選擇行喺你嘅道嘅當中。主，多謝你，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耶穌歡迎你，耶穌歡迎你。好，主耶穌，我哋要高舉你嘅名啊！好，主，我哋要舉起我哋手，高舉你嘅名。我哋要張開我哋嘅嘴巴，要讚美主你自己嘅作為，因為你係世界嘅光啊！主啊，當你嚟到嘅時候，人就能夠得見光啦。主啊，當我哋每一次我哋轉向你，我哋呼求你嘅時候，你嘅光就臨在我哋當中，並且主啊，讓我哋整個生活、整個生命行喺光嘅裏面，黑暗要離開我哋。主啊，一切所有嘅沮喪、憂悶，所有嘅嗰啲嘅負面嘅情緒都離開我哋。主啊，因為你嘅盼望要完全咁樣咧取代呢啲負面嘅情緒啊！主，讚美你，讓我哋咧一齊咧都用呢個詩歌咧，我哋嚟敬拜我哋嘅主，好嘛？在這裏。Amen。讓我哋同心呼求主嚟到當中，讓主嘅榮光臨在。Amen。係啊，主歡迎你，歡迎你嚟到當中。生命之名，何以聚集？熱切期盼遇見你，天又敞開，神的道全遍，因為我們渴慕尋求你。在這裡，在這裡，耶穌你現在在這裡，我相信，我相信，喜樂你將會在這裡，榮耀彰顯，奇妙神蹟彰顯你，天上國度將
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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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主你喺呢度。主你現在在這裡，我相信，我相信，喜樂的江河在這裡，榮耀彰顯奇妙神蹟彰顯明，天上國度降臨在這裡，你的靈在這裡，這裡就有自由，生命自由運行無止境，一生到海星星，堅定不斷升起，記得為代神做奇妙事，你的靈在這裡，這裡就有自由，生命自由運行無止境，一生到海星星，堅定不斷升起，記得為代神做奇妙事，在這裡，在這裡，耶穌你現在在這裡，我相信，我相信，喜樂的江河在這裡，榮耀彰顯奇妙神蹟彰顯明，天上國度降臨係啊，主我哋歡迎你嚟到呢度。在這裡，在這裡，耶穌你現在在這裡，我相信，我相信，喜樂的江河在這裡，榮耀彰顯奇妙神蹟彰顯明，天上國度降臨在這裡，你的靈在這裡，這裡就有自由，生命自由永恆無止境，一生到海星星，堅定不斷升起，期待為代神做奇妙事，在這裡，在這裡，耶穌你現在在這裡，我相信，我相信，喜樂的江河在這裡，榮耀彰顯奇妙神蹟彰顯明，天上國度降臨在這裡，天上國度降臨在這裡，再次宣告，天上國度降臨在這裡。哈利路亞！係宣告主你喺呢度。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主讚美你，主讚美你。主，我哋可以讚美你係我哋嘅福分，我哋可以敬拜你，我哋同弟兄姊妹一齊嘅去敬拜你係我哋嘅福氣。主，我哋可以喺呢一度，我哋有音樂，我哋有好嘅設備，我哋有歌聲，神話呢啲都係好嘅。但係神提醒我哋呢啲唔係最重要嘅，最重要嘅係神你喺呢度。如果神你唔喺呢度，所有其他嘅嘢都係冇意義。主啊，調教我哋嘅心，調教我哋每一個，讓我哋只係單單去敬拜你。
係啊，主你話天地都要廢去，但係你係永遠長存。敬拜裏返回神真正心意，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過去我虛浮無知，請寬恕。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在下，一切都退去，剩簡單美相。願終身獻出真摯的敬拜，令你心讚賞。已獻過不少愛歌，兼有精彩唱和，卻發覺相差太多。你要聽心底愛歌，此際終於覺悟，你監察透視生活。敬拜裏返回神真正心意，原來是為靠近。為靠近主你，過去我虛浮無知，請寬恕。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敬拜裏返回神真正心意，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過去我虛浮無知，請寬恕。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主啊，願意你監察我哋嘅心，願意你得着你當得嘅榮耀，得着你當得嘅讚美，願意人所睇到嘅唔係任何一樣嘢，人所睇到嘅係你，係你嘅榮耀，係你。主的榮耀，當得的讚美，問怎麼形容？願將所有的一一交給你，奉上我全部。已獻過不少愛歌，兼有精彩唱和，卻發覺相差太多。你要聽心底愛歌，此際終於覺悟，你監察透視生活。敬拜裏返回神真正心意，原來是為靠近。為靠近主你，過去我虛浮無知，請寬恕。原來是為靠近，
為靠近主你，過去我盡頭曾真正心意，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過去我去浮無知請寬恕，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敬拜裏返回神真正心意，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過去我去浮無知請寬恕，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主我靠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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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主我靠敬拜裏返回神真正心意，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過去我去浮無知請寬恕，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敬拜裏返回神真正心意，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過去我去浮無知請寬恕，原來是為靠近，獨為靠近主你。藏在愛裏，要專一跟你，決心撇下往昔的我，來忘掉過去，我忠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
你，決心撇下往昔的我。世界在背後，十架在面前，我已經決定靠我主過每天，再窄的窄路，與我一起走過沉重十架，我不再害怕。世界在背後，十架在面前，我已經決定靠我主過每天，再窄的窄路，與我一起走過沉重十架，我不再害怕。主，我求你拖帶住我哋，亦都求你咧，即係讓我哋咧喺生命上邊每一個嘅抉擇，都係依靠住主你。唔單止係我哋決定信主嘅嗰一刻啊，神，因為你話咧，我哋雖然我哋相信咗你，但係我哋人生嘅路咧都唔係會容易啊，有好多嘅抉擇，有好多嘅路我哋要去揀。求主你幫助我哋，係靠住你去作每一個決定。我哋去揾嘅係揾你，我哋要去揾嘅係揾你去講啲乜嘢嘢，你嘅話語，你嘅聖靈喺我哋嘅中間，讓我哋每一天我哋都作呢個決定，跟從你，永不改變，永不回頭。Amen。來忘掉過去，我忠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要專一跟你，永不退避，決心跟你。世界在背後，十架在面前，我已經決定靠我主過每天，再窄的窄路，與我一起走過沉重十架，我不再害怕。再一次，世界在背後，十架在面前，我已經決定靠我主過每天，再窄的窄路，與我一起走過沉重十架，我不再害怕。來忘掉過去，我專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要專一跟你，永不退避，決心跟你。弟兄姊妹，我哋一齊舉高手啊嘛！我哋向主禱告。耶穌，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要尊榮你，我哋要高舉你。主啊，因為你為我哋嘅罪犧牲喺十字架上邊。主啊，你流出嘅寶血叫我哋得潔淨。主啊，並且你已經勝過死亡，你復活掌權啊！你為我哋開出一條新路，呢條新嘅路咧係充滿生命同埋盼望嘅。主啊，係你用你自己嘅身體咧所打通嘅呢條路咧。主，今日我哋話我哋要嚟跟隨你，所以主啊，求你嘅聖靈幫助我哋，求保惠師幫助我哋喺每一日嘅裏面提醒我哋，激勵我哋，以耶穌基督嗰份愛嚟吸引我哋。主啊，
以致我哋每一日咧，我哋跟隨你，我哋選擇捨己，我哋選擇降服。主，我哋選擇去敬畏你。主，我哋選擇奉獻我哋一切擺上俾你。主啊，因為我哋知道你愛我哋，並且你用愛嚟呼喚我哋跟隨你。主，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同埋敬拜，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弟兄姊妹，請你坐喺之前同你隔離一個講好嗎？我哋一齊跟耶穌。